各位乡亲，大家新年平安！欢迎收看今仔日2023年1月7日的 AM 新闻。我是丹妮，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发表新年的谈话，面对超收税金、发现金的问题，伊讲目前也无规划会先协助高风险的民众甲产业。中央发年尾奖金至少差伤济，引起员工的不满。下年连假活动集体休困，早起桃园机场的机抓是规个乱糟糟。台南市警察局一个主任因为涉案，警方去甲伊抓竞争赛车弄警察，尾仔以上地检署嘛防降级听候调查。新闻头起先，咱先来看，今仔日是2023年头一天，总统蔡英文参加升旗典礼，发表新年谈话。针对外界关注讲，敢会发消费券或者是现金，甲税先予人民呢？蔡总统讲，目前会先协助高风险民众甲产业，希望大家会当理解。因那立法院朝野党团嘛对敢会发现金的问题，意见是无啥共款。总统好，副总统好。2023年元旦升旗，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共同唱国歌，随后伫总统府内发表新年的谈话，提出执政的团队要维持经济动能，这4项重要任务。对着各界关心的是毋是加税金向予民众普发现金，蔡总统态度保留，表示会议上无具体来讨论发放消费券还是现金以及时程，请民众理解和支持。我知道近来有人主张要皆大欢喜，将这笔钱平均分给每一个人，但在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此刻，作为负责任的政府，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，把宝贵的资源优先协助高风险的国人及产业，来维持国家因应危机的韧性。另外，有关国家长远发展的6大核心的战略产业，总统府甲行政院共同来检讨，并且召开咨询会议。蔡英文解说3800亿税收，中央政府对3面向来做4个部分的规划，前2部分2000亿用伫补贴，剩的1800亿还阁来讨论，认为钱用伫需要用的所在。不过，民进党内部针对着是毋是普发的意见拢无同，有立委认为应该按针对性来补助，不要普发比较好，能够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是对的。要不要普发可以讨论，对一些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户或者一些低薪族，我觉得要优先发放。国民党团支持发现金，时代力量党团持保留态度，认为政府应该就严来考虑。民众党团支持普发现金加照顾弱势，也应该赶紧向民众来公布这个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有讲到两花一家亲，无讲统一。针对这点，总统蔡英文讲，伊有注意到习近平用较和平的方式来表达，不过嘛提醒北京当局，中国军方伫台湾4颗雷的军事行动，对两岸的关系甲区域的和平稳定是无帮助。不过伊嘛讲，即马中国疫情野悬，会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。海峡两岸一家亲，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，携手并进。新年贺词话讲两岸一家亲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亲像去年同款，讲祖国统一。总统蔡英文元旦的时阵表示有注意到，不过嘛提醒强军的军事活动对两岸关系无帮助。那我也注意到他是用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式来表达哈，但是我要提醒哦，台湾周边的解放军的军事活动哦，并无助于两岸的关系，也无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。针对中国疫情反恐，蔡英文表示，以人道关怀立场，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。疫情了后，两岸人民恢复健康有秩序的交流，也甲维持台海甲区域的和平稳定，这是2023年两岸共同课题。不过，副总统赖清德进前提出和平保台，是不是代表民进党抗中保台路线调正了？赖清德这项做法，也让人当作权力长期交接的信号。好，那我就一并回答了啊。那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讲法，我觉得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，也就是持续的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哦。推动抗中保台的政策，造成两岸关系空前的紧张，也导致两岸政策呢荒腔走板。前总统马英九元旦讲，政府会当甲中共当局展开对话，寻求和平。不过，强机也是持续扰台。国防部公布，看年暝到元旦透早，侦查到强机24架次，共南4架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下来咱来关心疫情相关的消息。
为今仔日开始，为中国直接飞来台湾的航班，旅客拢爱验喙内 PCR 才会当通关。今仔日早起10点，伫桃园机场到为厦门飞来飞行机，连贯有84个乘客，拢总爱完成采检，佮加上0+7的自主防疫。即马中国疫情当伫咧滚价，未少台商提早回国。伫台中的文心新运公园的注射站，即马开始出现排队要注疫苗的人啊。工作人员穿好雨衫挂面罩，拿数到旅客来写资料，旅客也赶紧办理入境的通关。桃园机场元旦开始，对中国来台湾的旅客，拢必须伫机场实施喙内 PCR 采检，才好到来入境。不少民众拢赞成这项做法。会在家里，会不会觉得不方便？不会啊。指挥中心讲，即便是中国来台湾的航班机，对即个月初1到31，旅客拢必须要实施采检了后，才好到入境来进行0+7的自主防疫。另外，初早起，即只厦门航空顶面84名乘客也拢完成采检。疾管署表示，会伫24小时内就有结果。后的2天内，那我们也建议做这个快筛一遍。那之后出门每2天快筛阴性才能够出门。另外，伫台中的文心森林公园，元旦有未少民众来注疫苗。医师指出，最近中国防疫放松，疫情搁再清悬，未少拢是台商回国来注这个次世代疫苗。因为他们会担心，就是目前大陆的疫苗保护力可能不够，再加上疫情的泛滥，第一个回来避难，第二个他们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国际性的疫苗。另外，国内疫情也增加，儿童动静的个案清悬，民众搁赶紧来注疫苗咯。卫生局讲，即阵疫苗有够，符合资格民众应到平台去预约，也是到注射站随到的随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下咱来看国际消息。目前中国疫情要长伫咧拖，中国国内敢有欠药的问题咧？根据因的官方媒体央视的报道，相关的药啊数量拢有够额，嘛已经拢有配送去基站啊。不过，新加坡的记者实际去农村看，因发现讲庄卡的诊所药啊是真欠缺，也有人已经有症状啊，走路行2点钟，要是买无药啊通食。急诊室内底拢满，无得阁接纳病人，病床甲散数通只好刷到急诊室外口。河北唐山的病院病人非常多，反映疫情依然伫高峰。另外来到江苏龙川杨桥村，当地无大病院，当局甲发烧的诊疗车开来，短短2点钟就诊治70人。相关单位表示，药品都已经发放了。这些药品和抗原已经发放到基层。不过，对这个新加坡记者来到中国西南某一关，敢若看到关城诊所人排队排真长，更加进入农村拜访时，乡村的诊所医师坦白讲，什么药啊拢欠。最缺啥子药？最基本的现在的止痛的、抗病毒的那类型的。退烧药没了吗？也是紧缺的。偏向有未少老大人，家己一个人大出现症状，有人行2点钟去买药啊，有人头壳痛，无药通食，靠一个偏远。他们真的气愤、多糖、葱子、蒜、生姜、干皮。中国官方媒体报道，正伫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株引发肺炎的比例比原始株加delta较低，不过因为感染总量悬，造成患着肺炎的人也得哩清悬。会出现比较多的感染的患者，这是很显然的，而且它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肺炎的病人。央视伫江苏农村翕到药品被运往地方，显示供应充足。也毋过新加坡记者来到农村拜访，是看到无共的情况。也毋过报道之后，有关调工来补充说明，讲欠药的情况伫播出时已经改善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2天，全球各地是拢欢喜地庆祝下年，各国的领袖嘛伫咧新年致辞。罗西亚总统普丁讲，2022年是因国家做出困难而且必要的决定的一年。也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，伊希望新的一年乌克兰会当拍赢这场战争。在2023年的时阵，民众拢会当回来故乡。不过在下年暝这一天，罗西亚阁大规模攻击乌克兰真侪所在。泽伦斯基是真生气，批评罗西亚这个行为，真正是良心去互搞无去。俄罗斯国旗伫克里姆林宫的顶头飘扬。下年暝迄一暗，俄罗斯总统普丁透过进前录的影片对民众致辞，表示2022年是国家做出困难严格必要决定的一冬。Завершается 2022 год. Это был год трудных,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решений, важнейших шагов к обретению пол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России и мощной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нашего общества.
普丁认定欧美国家照着乌克兰甲乌克兰人要减少甲分裂俄罗斯，伫当局无允准任何人有这款的做法。对俄乌战争超过10个月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嘛伫咧出席家己名下海俄庄园的下年 party 的时阵，毋望乌克兰的情势会当赶紧解决。但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毋望新的一党乌克兰会当拍赢战争，互2023年征召国民回去家乡的一党。Нехай цей рік буде роком повернення наших людей, воїнів до своїх родин, полонених до своїх домівок, переселенців до своєї України. 应该庆祝的节日，俄罗斯搁一摆对乌克兰全国各地发动攻击，至少发射20多粒的巡弋飞弹，造成伫咧首都基辅甲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这一所在，至少1个人死亡，26个人受伤。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，这个攻击证明俄罗斯是支持魔鬼，是甲魔鬼作伴。除了俄罗斯，北韩伫31早起差不多8点，先发射3粒弹道飞弹，然后伫元旦这一天接近透早3点左右，又搁发射1粒弹道飞弹。虽然这4粒飞弹拢落伫日本经济海峡外口，也毋过嘛搁一摆引发日本的不满甲抗议，这嘛互北韩伫2022年发射的飞弹累积到37届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。即马到伫要过年啊，真侪公司拢开始发年尾奖金。中央海运今年的年尾奖金会当领到50个月，也若中央航空嘛至少有3个月。不过中央航勤却干那有1个月会当领，这个代志是引起员工的不满。伫即届下年的年假有100多人发动集体休困，地主落会甲搬行李的卡手拢无够。今仔日早起桃园机场的机抓是规个拢乱糟糟，至少有影响3000外的旅客。也若针对这点，中央有回应讲，因已经有赶紧请其他的地勤公司派卡手来斗3工，造成旅客不便，伊是感觉真失礼。相片内底机场行李拢归堆，因为中营航勤员工跨年年假至少有上100人依法休假无加班，地属货运装卸甲行李搬运拢无人力，航班大乱。到元旦下晡3点到59个出入境班次受延误，有3000外旅客受影响。因为疫情啊，怕有什么额外的什么不知道的没有预期的事情，所以说特别早了2-3个小时到。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回家，其实我觉得对一些在海外的台湾人也会影响蛮大的。对啊，劳资应该好好冷静的好好沟通。航勤员工集体休假毋是无原因。中营航空员工今年年终奖金上济当领52个月，中营航空确定有3个月通领。毋过比起海运、空运员工落地满满，中营国际渡运加3个半月，中营航勤更较少，敢若1个月，引起员工不满。很多东西都被牺牲掉了，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，今天才说可能会要走到后续的什么动作干嘛的，那可能那是逼不得已的。长荣集团今年是赚钱的，那相较起来，西宇航空亏了100次，然后发了1个月的年终奖金。那航勤他们在赚钱的情况下也只发1个月，所以他们觉得太少。对这代志，技术工会发声明，呼吁中营集团伫创造利润的同时，嘛爱分红照顾员工。中营是回应表示，中营航勤已经紧急协商其他的地勤公司，也是人力派遣公司协助支援。目前延误的状况已经渐渐解决，对于造成旅客无方便，中营航勤感觉真失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台南市警察局的秘书室有一个姓曾的主任，因为涉嫌共恐吓处财案件，新竹警方去介抓的时阵，伊若是无爱配合，竟然佫驶车弄警察。警察把伊的车开9层了后，把伊抓起来移送地检署，信后是以10万块交保。台南市警察局强调讲，目前是先甲伊降职，调离开主管的职务，听候调查。接续会看伊涉案的情形来追究行政责任，绝对袂甲伊暗号。锁定的车出现伫辖区内，警方出动。看年暝即天，锁定的车来到新德关站石乡，即位温泉会馆的停车场。不过，记出来警方临检，阁想要冲浪，警方连开9层，附近的民众想讲伫放炮啊。就是那个烟火声啊，这样这样子啊。温泉会馆的业者无想要受访，警方甲车内人士带回询问，其中一个竟然是官阶3线1星的台南市警局姓曾的秘书室主任。民众报案，在12月下旬的时候有遭恐吓取财的一个案件，在过程中我们就是有锁定
一个车辆去做一个拦截围捕的一个动作。外团专案是有议员报案讲，互人恐吓要抵1000万，不过警方无愿意证实这个消息，强调会甲台南市警局伫检察官的指挥下共同侦办这个案。涉案的4宗主任互人移送地检署，检方依照恐吓处罚等罪嫌申请羁押，甲外法院入令10万块交保，查某囡仔是2万块交保。检察官讯问后认庄男犯罪嫌疑重大，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法院裁定庄男交保10万元候传。庄姓主任已立即调整为非主管职务。涉案的4宗主任做警察20多年，做过苗栗宜兰县内的警局分局长，伫台南市警局升做督察，再做秘书室主任。警察署长黄明昭知影消息了后，真痛心，指示台南市甲新竹县警局全力配合调查，若做有违反纪律，绝对袂宽容。台南市警局先将4宗的主任调离主管职，后续会看情况追究行政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关心天气。在2023年头一天，有不少民众伫咧台东的太麻里，透早就起来想要看今年的头一个出日。不过因为今仔日的云较高，煞叫炸掉咧，煞无得看。那天气的方面，受到东北季风甲南平分系刷向北边的影响，基隆北海花甲宜兰部分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。那是交通的情形，今仔日下晡车流量是袂少，伫国道5号上北的方向，塞车是塞几啊公里远，而且按算明仔载规工是搁较塞。看起天顶的云真高，天也袂光，不少民众就来到台东的太麻里海边，要等待日头出来。也过日头就是不爱出来，甲大家来见面。不过这一点啊，都袂影响到对台北新竹来的民众因迎接新年的好心情。外面希望看到曙光，会不会觉得很失望？不会，很嗨。受到东北季风甲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，气象局表示，这2天天气较湿冷，基隆、北海岸、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。爱到拜四时阵，这个雨势才明显落来。礼拜4，也就5号之后呢，东北季风会稍微减弱了一点，水汽也会变得比较少。连假的第2天，国道下晡出现上北的车流，其中国5连接头城交流道的上北车道，车牌真长有几啊公里，就算开上国道，也只好慢慢开，时速也无到20公里。高公局有估，初二休假这天会对暂时拖到暗时。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8点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。高公局指出，休假日西部国道北部部分的路段，下晡3、4点到暗时8点，车水较会塞；中部部分的路段是对下晡3点到6点。提醒民众伫暂时车较少时阵来出发，也是该行替代道路来闪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在新年头一天看头一个日头光，是互真侪人拢足期待的。不过，包括伫南寮做阵的二寮、垦丁等等会当看出日的景点，即届是拢无得看。敢若有一帮为台北出发，飞去花莲看出日的专机有看到。伫花莲机场有70个人，因伫咧1万英尺悬的所在欣赏今年头一个日头光。飞机伫1万英尺悬，全台湾会当看到新年上早日头光的所在是这班台北飞往花莲的班机，70人全坐满。到花莲了后，也会伫当地耍2天。在清水断崖的1万公尺的上空来欣赏曙光，那也带领游客走游我们花莲的太鲁阁以及纵谷的经典游程。甲机上幸运的旅客无共，透暝前往台南走电二寮观景台民众有淡薄仔失望。出日的时间一个到，不过天顶煞落湿湿啊雨，观景台规个蒙蒙蒙。没有看到，有点失望。小可惜。屏东龙盘草埔嘛是同款的情形，现场2、3千人要看日头光，却因为云伤高，甲落雨看无。还佫有游客要去的半路，好亲像西神去弄到头前的车，家己的车嘛并车。应该是停在路边的。哦，停在路边。对。看无日头光嘛免失望，台南山区的梅岭已经有梅花得开啊。看起来还初开而已啦，对，还没有盛开啦。对，如果要盛开，可能还要隔个1、2个礼拜吧。咱若讲全面大开来讲啦吼，预计还佫超10天，甚至超到月中，1月中才会大开。今年虽然受到暖冬甲酷寒影响，梅岭的梅花花期有较晚，不过拄到冷气团助攻，有部分关海拔的梅花已经开啊，一定伫初10至15回放会上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为即马1月初1开始，有真侪甲民众权益相关的新制度就要实施啊，包括提悬基本工资、未发成年的年会降做是18岁，也有实施国民法官的制度等等。
因那伫即一天，嘛有一个伫咧新年元旦洗头前的负责人，伊生一个真健康的查甫婴，规个人是欢喜甲。手抱大家出世的红婴仔，但小姐是花头喜面，因为2023年元旦的即一天，一个古水的查甫囡仔就来出世，伊的体重有3000多公克。这个36岁生头前的负责人，伊感觉实在是真好运。刚好时间到了，没别特别看时间，对啊，就自然就生了。新年新希望，嘛有袂少新的制度实施，亲像国民年金的保费会起到10%，劳保费率嘛会调悬到12%。由于津贴的补助无排付，差不多增加4万外的幼囡仔受惠。电动自行车爱挂牌纳管，未发生历年岁降到18岁。也若满23岁的民众有机会逢选做是国民法官，基本工资月级会调悬到26400块，也若1点钟的薪水是起到176块。你至少是涨的，因为你通货膨胀，所有东西都在涨啊。你就算是涨得不多，那你也是涨啊。薪水涨了，外面卖的东西也会涨，就感觉好像没什么差。其他民生消费的部分，亲像超商、手摇茶等等现做饮料，只要是有加味饮的，拢爱标示加味饮的量。自动贩卖机卖食品甲饮料，还佫有收费停车场，拢爱特别开发票。非本国籍无健保身份的新冠确诊者，都爱自费做治疗。另外，台北市内底2000多间饮料店，嘛禁止使用一解就单调的塑胶杯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有一个以台湾元素出发的古典乐乐团晚爽原声乐团，因连续5年伫咧元旦举办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，今仔日下晡伫咧国家音乐厅来举办。因即届邀请瑞士的作曲家，结合台湾的传统歌谣，亲像是丢丢动、望春风，也有原住民的歌乐等等台湾的元素来创作，希望写出对台湾的爱。带大家做伙来看卖。轻快的节奏配合整齐的动作，这是台湾赛德克原住民族的庆典歌曲。2023年原声乐团的元旦表演，选原住民歌曲做开场，展现热烈的气氛，嘛传达台湾多元族群的特色。原住民的这音乐吼，其实咱这块土地上早的一种文化，会当用因的音乐来当做一年的开始。我感觉是对咱这块土地一种这种尊敬，个咱这个价值的肯定。咱对伊迄个气氛内面，咱会感受着讲，原住民迄种乐天，然后因对天地的敬爱迄种心情。原声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强调的是来自台湾的声音。这回邀请瑞士作曲家，同时嘛是台湾竞赛的 Fabian Muller 为台湾写歌，将经典歌曲思想起丢丢动、望春风甲原住民的来史整合做一首台湾共赏曲。飞便表示，这是送予台湾的礼物，嘛希望透过音乐将伊心中对台湾的爱表達出來。Taiwan has great people. It has a beautiful landscape. It's actually a little bit like my other home country in Switzerland. It's so rich, has so many cultures living on a small space, and many languages. And I think also there is a very rich musical heritage. Of course, I'm very happy if the audience in Taiwan enjoy this music too. So I hope it's also a gift to the people of Taiwan. 2023年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，原声乐团用乐曲为新年起鼓。记者麦尚英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天气无你知，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。北部地区上低16度，上悬20度。南部地区上低16度，上悬21度。南部地区上低16度，上悬23度。东部地区上低17度，上悬22度。来看外岛地区，上低11度，上悬19度。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。
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，祝大家新年健康平安。稍等下，请继续收看台湾纪事谱。我是丹尼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